清洪亮的嗓音唱着客家歌曲《海采茶》，他是客家山歌老师赖碧霞。赖碧霞唱得浑然忘我，一旁听歌的是她的先生赵恩林，也陶醉其中。年轻时，赖碧霞在广播电台工作，喜欢听客家山歌。原本口耳相传的山歌，她用文字继续流传下去。第一个亲切，一听就懂；二来呢，它的含义很深，所以我就一直跳下去就拔不起来了。担心客家山歌逐渐没落，数十年前，赖碧霞就开始开班授课。一张张照片述说着赖碧霞如何传唱客家歌。这客家的东西，我不做叫谁做？我有兴趣啊，我自己有兴趣啊。只是唱歌还不够，赖碧霞积极推广客家舞台剧。她爱客家文化的心，连先生都吃醋。他爱起这个东西没办法啊。那你说他很爱客家，有比爱你还要爱吗？那他不爱我，他管教课了，教小生啊。他不爱你啊？他定然不爱我了，那爱小生了，他都叫小生都赞成了。乱讲。听得出来，赖碧霞有多么热爱客家族群。夜深人静，她喜欢坐在书桌前写剧本。汉字哦，我想拿起来让你算了。那个信用的我播出拿了。客家第一部电影《茶山情歌》就是由他编导创作歌曲，对客家不遗余力，也因此荣获终身贡献奖。那奖不是我的奖，是客家人的奖。那份看不见的使命感，造就这位不平凡的小人物。用电影记录客家文化，用音符吟唱客家风情。赖碧霞爱客家的心，柔软却又坚毅。一张张照片，深植我的感动时刻。